世界那个人物係今年客家貢獻獎、共享事務同海外推廣類傑出成就獎嘅得主，佢係苗栗縣台灣資金電台董事長張金強。張金強講，得獎雖然講係個鼓勵，但是無論如何，佢都係為貢獻自家力量，希望是強化客家族群嘅自我認同。苗栗縣國立太湖農工為了一樓將參加太考嘅高三同學加油打氣。對安陽嘅上，前做苗栗地區鄉親提出多種措施，台灣自然放鬆嘅新聞一旦都係地方鄉親，抵台灣嘅自身嘅重要來源。報新聞呢就係今年得到客家貢獻獎嘅總金獎，加並名按到總獎，一路以來都落實客家文化傳播，都建議指導簽案畢業，唔單止係得到客家貢獻獎，更加重要嘅係行業唔好再個隱蔽自己行業唔感覺。安樣做啊？你喺感覺到講較歡喜嘅係乜嘅呢？自從客家委員會成立以後，客家人唔可以講叫叫笑笑講，唔敢講客話，唔敢承認自己係客家人。我哋嘅電台用客家話來播出，蘇台嘅人就會用按多。民國56年做廣播電台嘅條路，總金獎是用武俠小說來做題材，用客話講出嚟嘅方式動書放映。民國65年去到中國時報做地方記者，還是做地方氣派負責苗栗地區嘅新聞。也當中動出現嘅大波媒體嘅力量來追通客家事務。90年退休後，就同葉寶玉向下成立台灣自然客家電台，也下得到肯定，佢想要為客家做更加多嘅事情。用呢個電台嘅力量來搖攝呢個客家嘅起落，睇下嚟將會實體嘅客家民謠或者係客家歌曲，撈佢按個錄起來，唔好講呢三人過輩嘅東西冇睇咧。應該希望做嘅事情啊，做都做唔到，盡量做。社會講自家風格就係客家福建派嘅總金獎，是同地方一道有名嘅人向下傳統客家文化，除睇動出現嘅培育客家新音樂人，每老歌戲出把戲同客家山歌，及唔文雅歌詞改寫。年從19按3萬落成做客家師傅，就係望影行業唔單止為自家認同自家行業，還個指導公用以外，還靠為老客家文化再高提升。客家新聞總之名，苗栗報道。